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一真长老的邀请哈。今天我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在中保代祷事工在我们的教会以及在我自己的身上一些神奇妙的作为我先来分享在主日学的事工上面哈，我时常会为我们的需要来写事工代祷卡，也就是那个后面代祷卡黄色的部分那个就是针对教会事工来写的代祷卡。那包括我们主日学的师资的需求。好，那神就常常我们会有老师上面的一个需要去调整，那神就因的大家的代祷，然后为我们带来非常忠心非常委身的老师在我们的当中，那也为我们的教材的选择教学方法的一个检讨调整，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主日学的学生们有那个渴慕神、认识神喜欢敬拜神的这样的心，我们来写祷告。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神那特别是在每年的大型事的一个事工，譬如像是夏令营或者是圣诞节我们小朋友的外出参访，我们都会特别的为这些事情来写祷告卡。那神也真的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跟能力也让孩子们都能够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这样子丰盛的恩典。特别今年的圣诞派对我们尝试让小朋友自己做预备，然后邀请好朋友到我们当中来。一开始报名的新朋友人数并不多，我们从10个人、12个人，慢慢的到要圣诞派对的前一个礼拜，其实就总共有20几个好朋友报名。那我们持续不断的我也写了代祷卡在我们的当中。那神真的是成就这一切奇妙的神在上个礼拜天我们的地下室就涌进来了，总共有50个新朋友。真的是跟我们预期的新朋友整整就是2倍的多。那早知道我们应该祷告50个然后就会变100个就是神就是这么行奇妙大事的神有时候是我们的自己的信心比较小一点那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教会有中保代祷的事工，可以成为我们教会所有要宣教、我们要前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那接下来我是要分享我个人的代祷事项来做一个见证。我的爸爸在今年8月中因为医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在诊所的检查，发现他的肾脏是肿起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医院去做那个电脑断层进一步的检查。那其实当我知道爸爸的肾脏有点异常的时候，我就来到教会写了一个代祷卡。那后续在医院做电脑断层的时候，结果是我爸爸的肾脏呢已经肿得非常的大，然后他的输尿管跟他的膀胱里面都有阴影。那于是我们就再到一个大型的医院做了4天的膀胱镜的检查，那医生跟我们确认说是输尿管癌所以安排了在10月中要进行手术为此我也写了第2次的代祷卡因为知道说这样的手术是要把爸爸的那个肾脏呢做整个的摘除，还有输尿管也要拿掉，那甚至那个膀胱肿瘤的部分要做一个处理。那其实我们家人是非常的担心，我自己也感到很害怕，因为我担心这样的治疗后果呢会让爸爸的身体产生很大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不适应或者是不方便但是感谢神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平安，甚至在术后的恢复护士一直提醒我们说要注意有可能这个呼吸的部分会有一些肺炎或者是发烧的现象，那我爸爸完全都没有那甚至是在我们回诊之后，医生在诊间就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很幸运那个不好的细胞癌细胞它长在输尿管，那输尿管壁其实是薄的然后如果继续长的话，它其实有可能就会扩散，但是呢这个癌细胞呢它是往下长，它除了堵住输尿管，那因为这样子，所以肾脏的功能就坏去。但是它细胞那个癌细胞往下长的时候呢，就长到了膀胱。那膀胱壁是比较厚的，所以它就把这些不好的细胞给包覆住了，所以它就没有扩散的现象那因此我爸爸也就可以很快的恢复他平常正常的生活，后续也不需要再做化疗甚至我们最担心的说，可能因为膀胱的问题，他必须要挂尿袋，这些问题完全都没有跟我们当初所想象的是，真的神给的恩典真的很大很大。那我也相信这不是医生口中所说的你们很幸运这是因为有很多的代祷同工在这当中为我们守望，还有我们所认识所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那其实我事后再回想这个过程我在9月2号灵修的时候，我其实那一天晚上我看到了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腓立比书4章
6到7节那他这个经文在当下我其实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说这个新闻就是现在我需要的，所以我跟神祷告说，神啊，让我再看一次，所以我要在其他的地方今天晚上要再看一次这个经文出现，所以后来我就在另外一本我的灵修书打开，真的也就是这一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4到6节那它的国语的部分呢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好，那我再次回头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深深的觉得神其实真的要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需要祷告带到他的面前来，带到他的面前来。可是我真觉得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开口祷告都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需要中保代祷。所以我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我们的需要都写在我们的代祷卡里面让我们的中保代祷来为我们祷告，甚至也邀请大家可以加入代祷的服事。好，我们用祷告来彼此扶持跟帮助像我现在我可以看到我爸爸来到了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神，这真是神很大的恩典。好，那我跟我先生一起在这当中，我们一起做祷告的服事，发现我们可以共同的亲近神家庭也为家庭来做祷告，这都是因为你的服事那真的是我们领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邀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代祷的团队，也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在祷告中亲眼看到他神迹的作为，谢谢大家。